欧洲议会将表决同意要采纳欧盟提出的人工智慧法案，也毋过，佫需要经过欧洲理事会辩论协商，才会正式通过。另外，2023年巴黎科技展嘛开始了，甲画家梵谷对话，佫会飞的客丁车是啥真侪观众的注意。 人工智慧所运用的科技超过道德法律，即马伫欧洲有法律通管了。这是欧洲议会历史性表决通过，要采纳欧盟人工智慧法案，互将来的 AI 管理有法律根据，佮建立世界标准。It is the right time because of the profound impact the AI has. Hoping that companies will self-regulate is not enough to safeguard our citizens and our societies. And we are now hear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digital giants out there fearing their own products. 亲像 ChatGPT 上起升电视的时阵，创造比人更较高的各种生活运用，亲像简报、自动化医学诊断、深维、各种图像、代码、影音创作设计，甚至通过法律、医学考试，也会当吸收回应学习进步。不过，这样表示，当牵涉到个人权利、健康风险这个问题的时阵，是不是也是会当兼顾到道德甲法律的界线？这就真歹讲。欧盟已经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像讲教育、人力资源。 公共秩序，也有移民管理方面的人工智慧，划分条列做高风险的领域。不过，这项法案也需要经过欧洲理事议会的辩论甲协商，才会当通过。华盛顿邮报就指出 ，AI 开发商颠倒认为，这个法案恐惊变作人工智慧重大威胁。开讲机器人 ChatGPT 研发商 OpenAI 伊就表示，可能会被迫退出欧洲，到时阵爱看法案的内容有倒一寡规范。巴黎科技展10时举行，人工智慧的运用真受大家注意。Et ta relation avec Gauguin, elle se passait bien? La relation avec Gauguin était complexe. 这其实是新创公司最近得设的语言模型，用梵谷做例，当作学习的动力。你做想要知影梵谷的生活甲作品，也有像会比梵谷更较适合谈论伊家己的。另外，亲像以电池甲燃料箱所装饰的混合动力机器的飞行机动车，这原来是焦点。不过，发明家沙帕塔伊讲，这毋是有钱人的铁头面，无拍算要卖，会当这才是主要的目的。过来就是用来救援使用。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